睇到呢個園林係咪好靚呢？加上呢個長嘅7米陽台更加正啊！呢套122方南北對流嘅戶型啊，客廳夠大，餐廳8個人都冇問題，而且採光面非常之多。呢邊呢就係入戶嘅空間嚟嘅，可以做一間房。呢邊就廚房，廚房亦都夠大嘅，雙門雪櫃冇問題嘅。呢邊呢仲有個生活陽台，陽台都好方正嘅。佢同樣望翻小區嘅園林嘅122方，做到3+1嘅戶型，而且石岐區嘅係比較少啊。呢邊就公衞，呢個兒童房可以喎，露營風。呢個咧就適合做長輩房，連接主陽台，望翻園林，衣櫃位置都有晒啦。呢個主人房就夠大啦，2米床都放得落啊！而且呢種佈置風格，我覺得幾好嘅。梳妝台又有，喺度飲下茶又得，睇下書又得。呢邊咧仲有足夠位置可以做衣帽間嘅，而家都係8字頭嘅單價啫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call我。